重做塔多昂。322，2 5月艺术堂，规日无限恻插嘅生活。细人的演家到家己手来做，想要伺候家己壁。Whisper， 步步滚向前行，带电的流水爱嘅渐乱包便当，也喜达热动主嘅电台。虽然演戏嘅模样心肝肚壮年少年嘅感情，阿妹哦哟，我的妈，香甜度嘅笑容，美丽又大方。阿妹哦哟，我的妈，亮眼帅气的起灯吃行茶，迷信七七叉叉穷做塔多昂。3 2 2 2 5月艺术堂，小唔踢嘅菜米油盐酱醋茶，太人四十3万出标注和饭菜定二條轉不卡。所有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基本嘅福氣類呢個節目。哇，家下談到嘅是係你千歲嘅先生新專輯嘅歌曲，哇，非常嘅好聽。大家分享你今屆裏邊是係千歲嘅先生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米奇思菲，今日同歡喜來到福喜來咧，恭喜！啊，謝謝。對，距離上一張專輯已經3年呢。錯，所以這張又是一個寶貝出來了。對啊，就感覺好像又是一個自己的小孩出生了。真嘅，要種準備嘅名嘅就是偏東便當，對不對？跟他談到一個歌曲，算是主打歌，這兩個嗎？是，它是主打歌。輕強快的一首歌曲。哎，這首歌的是用日文名字命名，對不對？是。實際上是我想要用迷信，其實喺源頭係啲雙張專輯韓多路來。韓多路，因為韓多路係香港爸爸，所以要迷信其實係香港媽媽。哎，好棒哦！就爸爸有一種轉型，媽媽也有一種轉型，就很有你。對，唔過家下太家談到嘅歌曲會知道講，底度嘅歌詞，真嘅太家會有一種記憶的共鳴。我們這種年紀的啦，應該要用講啊，因為我真嘅有愛用嘅英雄，就會媽媽，我細細個時間，媽媽真的會踩着那個迷信，係錯。然後家裡如果係講真嘅喪夫 fight，也係冇那位媽用，就會請媽媽直接處理，對，就直接處理，就會按用嘅感覺。然後你真嘅就會知道計量時，給客家婦人家就會按用嘅做事嘅，你對不下嘅煮菜，按你做哪個時間就又好食按用你，好真嘅，而且裡面有一句歌詞真的，請等一下。阿妹哦喲，阿妹哦，那等你跟我要不要變成京劇哦？會變成一首歌曲嘅京劇，好好分享一下一種轉型，也同一首歌誒。一種轉型其實嘅上時像我希望講很多片段，其實就會從一首歌曲迷信來。因為兩三年前其實我就開始計劃想要寫新的專輯啦。不過呢一直想講方向要讓bạn聽。不過嘅上時迷信的歌曲還蠻正式開始寫。所以正式開始寫嘅時間係應該算去年頭嘅時間。所以我就想講係咪來寫嘅，因為有很多路嘛。仲係有一隻無窮量下的媽媽嘅故事，所以我就想，係咪用媽媽佢親厲害嘅採訪技術來寫一首歌曲？希望嘅片段為什麼不把這張專輯想成是迷信，反而是便當？其實一個片段係我細細時節嘅個回憶啦，因為各種嘛，嗰陣時聯考啊，我讓我哥哥有查一些聽，所以不卡其實。全部醞釀在那個家裡小孩要聯考的階段，按有個氣氛地，係按你氣氛地播啊，學校嘅上時啊，當到誒細個嘅全部係帶片檔去學校去蒸便當嘛，可能冷冷的帶去學校去再蒸熱，其實就係會有溜溜嘅米絲。我媽媽就講按你當豬頭冇啊，就準備新鮮的便當給你們吃。按輕貨，所以佢當豬其實我去送片檔過來就食。不過我又有指定味道，對我有指定味道，我就講阿媽，那唔是按麻煩哈，其實我最好是荷包蛋添。那荷包蛋，那荷包蛋有好幾種，一種係愛
给那个蛋黄，熟的要半熟的还是全熟的？好，要生的什么？然后半熟的，这样还要半熟哈。因为像讲，其实半熟的要种荷包蛋卵包的部分啊，其实。冇按简单做，因为还要松动两个素哈，给卵宝还要一定要有那个黄澄澄的汁液流出来，按你这样酸呢，所以它就要还加一些调油，对，要加调油，听说要加调油，对，可以调油。我还记得那个酱油，我妈还说啊，妈妈还讲，那酱油一定是要那一家的哦，才会好吃哦。哇，佢还唔可以買其他哦，佢講做也嘅廠牌嘅調油佢這樣用，安尼，我講好。真的那一家的醬油真的好吃，然後他就用給那個調油，然後加上荷包蛋，再蓋一層飯，保持溫度。哇！蓋上便當哦，就是起到加個我都拜做那個鬆便當。哦，威斯巴。對，威斯巴。哎，你媽媽很酷哎。對，我就在想，你那用在偏東，唔過起威斯巴，松用在偏東高起。唐先生用講，其實係一團。故事，我讲我相信对佢来讲，是一团轻重要的记忆，因为它连接了你跟妈妈之间的感情。对，你知道那个送偏董给狗场跟做边，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的流动。对对对，跟同时因为联考很辛苦嘛，可是拿到那个偏董是一个很重要的慰藉。对对对，不是我们看一下亚种转系偏董，意思就会讲是写给妈妈的，对，但是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，对，也是自己的一段情感跟连接。没错，所以就是充血这些亲友。感覺，愛暗用嘅演技，談暗用嘅歌曲，看暗用嘅歌詞嘅世界就很有畫面。哎，可是不是年輕人做不用聽，是通常你談是說啊，對，有一個時代的記憶，對的，就一天會太顛倒，不像現在某窗家寫我可能係好教會準備營養午餐，真的。啊，不過給上次沒有營養午餐，一定係不卡準備好。我覺得偏董有偏董嘅迷思，我的意思可能蒸便當有蒸便當的味道，像現在吃營養午餐，搞不好吃的比我們給兩次還卡好，唔夠太感覺低。哎，大家一起帶便當，一起。蒸便當，然後中午一起去抬便當，講嘅便當，開玩笑，那是一個多美好的回憶呀！哎，年輕人說還好哦。其實公司才不要講到亞吼，其實亞種轉型從構想，來這種 idea，對於亞種個轉型嘅想法，就是從世輝老師開始。嗰時候亞洲在講亞種轉型，係你替代全心全意，完全就去搞了州當製作人嘅一種轉型，錯嗎？哎，錯，因為頭擺從應該講哈。自從開始創作客家音樂之後啊，其實一直數到當中幾年來人來聽書。從一早開始，因為你係後年啊，後年就會有幾年啊。從一早開始是湯生榮湯副，那時候還是個副台長，係湯哥。啊，後來呢要參加比賽，要當到位先生幫來聽書，人來聽書。啊，後來要呢篇鬧熱打擂台，鬧熱打擂台。慢慢呢，即個開始出專輯，多年以後，同花，啊講到重點就係從呢個開始，就係Win呢，嗰陣時可能係嗰陣時嘅心情冇蠻好，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想放棄做音樂了，就是回到自己正常的家庭生活就好。結果就說世慧姐做音樂也可以有真手嘅家庭生活，還說不要弄得那麼麻煩，因為嗰陣時係知道做音樂係動辛苦嘅事情，講啊，按你去講要編又要寫又要嘛該製作啊，真係動辛苦。Win 哥就講唔是啦，就兩樣東西丟的一張專輯都是張請主題之後所以簡單不簡單，其實他有很多的想法，可以讓來聽書講，用班人來協助這張簡單不簡單完成。不過咩係因為人嚟聽書，我將啲人來製作音樂嘅這一條路，我用班行學習一種學習，講開始猜，他算是我的老師，帶我做一種專輯嘅欣賞，所以。先生帶唔做歌之後啊，未好本順利來入圍到金曲獎，安那也下一鋪路應該要去搞做本先生看的吧？哇哦，意思安尼哈，所以其實文藝啊一直廣東關心啊一種專輯，可是我都閉口不說。那你聽過沒？他聽過，可是我到最後關頭 mastering 全部做曬之後，我才敢給他聽。怎麼辦？我想要聽老師用嚟講，先生用嚟講，他說。好，就直接認領2座金曲獎。我說真的假的 ？OK 啊，他認領還不算啦，但是他這樣講，我已經覺得非常值得。青苔嘅肯定來知道基本啊，肯定，我就覺得這1-2年下來，安尼辛苦，真的
真的值得啦，真的值得，就会对，因为一开始酝酿的时候，给上次和天气空下印尼玩还去印尼大理岛玩。给上次音乐一直传给 demo 本来听嘛，编 Q 给欣赏一直传本来听，可是我都不敢给他听，真的，我都没有给他听过。没关系，就忍到最后。要他问个堂诶，就会先给予这个大大的肯定吼，还有青岛的故事吼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当中来讲。东风移走的绕墙头，其实费欣赏那种节目地图哈，出专辑啦，出专辑了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对呀，信些赌地图哈，上台节目你有讲到，其实文哥就是听完之后，他给我很激动，青苔给肯定啊鼓励，你就会觉得安心，哎，我给感觉哈。其实地图有青岛后堂的歌曲，唔係青岛。每一首歌曲都按后堂，我们挑几首特别来讨论一下，因为也还有共同兄下本妈妈一个歌哎，里面有首歌很特别，特别跟跨性别有关，这同一个甘抒情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按钮在创作？哦，也係我應該講一種專輯寫到名之後，我一直想講用乜嘅歌曲來抒名，所以一首歌曲應該係我寫一種專輯嘅親密藝術創作。因为亚哈懂得会讨论全部讲到我们性平法嘛，还有懂得会性别的部分的一个认定。应该知道亚哈沙菲现象应该算是它已经发展到此了。其实对按的性别的认同，其实已经有非常广的定义。按过来看，说一铺天样都迷失安迪的世界，其实是迄李李人拍的一种给天样的世界，我们顶样版一次次都有一种很心痛的感受，我就希望讲，迄咪有机会发用歌曲的方式来俾到其他条来发声一下，因为要到沙菲虽然讲有男生女生，可是还有另外的灵魂是住在不一样的身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还是要给他一些生活的尊重。可是你尤其迄感受到其他的故事，感受到其他的困难跟时间，你就会同上去来下去，我们其实是很爱对方的，我们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很爱你的。那我希望讲顶样嘅生活地步，做得更好去甲他明年安尼。我所以就会引讲人请针对嘅一个面向，因为讲对冇得三人对于亚洲沙菲不论係乜用人嘅议题还是题目，都有自己表达的方式。不过还知道音乐人很棒的地方，就会你这边下一首歌曲，很明确的，对，是因为你只要歌曲做了，其实你就会很明确的、很积极的去表达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共法。然后它如果一旦被传播了，或是你的讯息传递出去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露出，来给干过会按用你。对，故说哇，真的是很棒哎！我觉得这是除推量数狗口清脏对我以外，我还知道我也是很羡慕音乐人的一个方法、一个方式啦。不过更多呀吼，唔单像按用你，第一路有青岛的故事都得讲。其实整张专辑该还有讲到，也可以尊重你嘛。不过你知道，故说呀，整张音乐的风格，因为自己是制作人，是不是可以讲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可以这样说，真的，所以真给，所以你给听的几个风格，就美式风格啊，美式乡村啊，然后也一点，所以分享一下。黑某就会讲，底度有加了一些青岛比较特别的声响的底度从，也个声响黑。迄从迷信艺术歌曲来，因为迷信歌曲也个地位，妈妈人就爱到细细时节个生活地位，像奥多拜啊，还有裁缝机啊，也到妈妈的裁缝机是脚踩的吧？错，人讲的迷信应该因为佢低开地方係，因为给上次我们讲的是家庭级工厂嘛，所以佢会做动的娃娃衣服，那个才难，因为人讲的一般人的衣服比较大件，它太凉，不过娃娃衣服都很小件，你可能一张袖会听，它可能就缝这个袖子，可是要注意的是它的皱褶，妈妈懂厉害，每一个皱褶都会一模一样，哇。它不会有大有小，怎么像小笼汤包？
这个他就一模一样，就是迄讲个像讲CC时间讲，我们可能芭比娃娃、陶瓷娃，没有那个片很多陶瓷娃娃工厂嘛哈，像迄种布娃娃工厂。比如说专门做他的衣服，像袖子啦，还有腰围的皱褶，佢懂厉害啊！佢会每一个都一样诶。佢讲配上人做诶吼，有上是有胎有细，啊，不过其实会共用胎。哎呦，做唔得，有胎有细做唔得，品管不合格，做唔得。所以人嘅调價就係價批發本機去做細嘅調價，有上是佢可能做當橋，因為佢愛做明星之外，他還是個美髮師，佢愛接當到嘅人客來做調牙模，啊個我個總調行啊，當到老人家、婦人家，當愛梳那個 set 頭，弄那個包包頭，佢當厲害，所以很多人都要指定他弄，所以佢又要做呀又要做嘅，其實佢當無限，佢當無限啊，所以有上次佢就話講啊，我當橋我冇想做，調價唔肯不用太。不敢，就是一直拜託佢啊，你不要放掉啦，可以幫忙。難怪你的記憶會這麼深，就是安勇你鼓手像安勇嘅聲響，你有放到專輯裡面。我就希望講佢做的，其實我希望，我更加希望我媽媽做的讓我哼一小段。哦，可是那時候沒有放進去，是媽媽說我的聲音太，她說我聲音老了，唱不出來。冇會發，其實我很想給。都練嘛哈，練3副嘅時間，做喺明星都這個時間，做得不用一團，甚至連歌曲都想好了，就還可以唱一段放在裡面收進去。可是佢說啊，做唔得人啊，上先聽冇腔調版安講誒哈，就後來我才會只有放米信的聲音。哦，不然的話應該比較完美的是米信加他的歌聲。哇，我想講，不過媽媽堂嘅還是會覺得情感通，對不對哈？不過講呢，因為我家中要講到，因為亞洲轉系啊，詩慧姐係自重人嘛，哈，我是開玩笑講，因為你係自重人，故說用心姊妹，即刻小英做就對，做起個中醫嘅東西，故說你看，啲都有某種歌曲嘅意涵，對不對？像剛剛講到像跨性別的，對不對？這裡面有一首很有趣，是因為你也是因為做了這張專輯，你嘅客家話已經清好誒，啊，你之前下案都給客家嘅歌曲，當然就會用客家話去下嘛。不過亞洲轉型，你還特別琢磨了客家話的字字句句，唉，一般來講，一般來講哦，一般來講喺青島嘅很新嘅歌數，就是新專輯聽一種轉型嘅歌數，會講啊，我知道嘅客家話哦，我花力氣去鑽研，你已經很棒了。不過你這張專輯，你還是花了不少力氣去做一件事情。錯嗎？錯。應該也個源頭愛算到係我老饒瑞君跟他合作嘅夢想發崩。哇，他真厲害。哦，我沒有想到他的夢想發崩可以啟發我很多事。他不但啟發小孩，反而更啟發我。因為我對客家詩我一直很排斥。我一直冇想去學新嘅客家詩，我知道我做乜講，我做乜學新嘅東西。我知道我要裝去幼稚園咁樣哈，跟佢幼稚園咁樣開始播開始學，我覺得很辛苦，我冇想，所以其實我是很排斥。做簡單冇簡單的時間嘅歌詞啊，我還是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寫而已，我冇想要去鑽研這些東西。都最近嘅哪個夢想發布歌詞本來時間，我這樣的怎麼會多了一道？因為他寫了3道哦，客語、華語跟拼音。我說這個拼音為什麼會有這個？我用版我有一樣嘅東西，我就仔細的把它拼了一次。這樣我覺得好像可以修正，就得矯正我的客家話哦。我就靈感發現，對啊，你還有辦法，就像人學法語，我用波，那我把它轉換成客家話來用拼音來學嘅話，係咪更加標準？哦，所以有陣時啊，應該可能人家離開，人哋喺啲地方待嘅地方，像苗栗待當久嘅，不過聽久冇啲苗栗之後，我就冇講客家話。當到客家話其實是講不標準的，有陣時可能摻了華語的講法，所以發音冇嘛標準。不過經過一個拼音，我反而可以修正更多更加標準的客家話。當然因為客家話係你嘅母語嘛，不說大部分你就會聽爸爸媽媽講，大家以為講一樁一數還是有腔調，有一些冇腔調，但是不是要去定義嘛個係絕對嘅標準，嗰個係真嘅係做得天數哦。其實難免係我蠻依賴拼音的，有時候係講有一個字，你說
到底怎么发用？哎，走，有一些字真的就不是每个发音都清简单嘅时间，迄讲你本来看一下拼音啊，觉得哦，原来係按用音，后英文但是没按用音，所以说哦，做的哦係按用讲，唔讲你真嘅有看难嘅字嘅时间，你看一下嘅拼音嘅时间，说哦，你就会知道。音调嘅上扬呀，吼，然后嘿哎，走，然后嘿，繼續喺度無腔用，係表達嘅部分，人講較清楚，還有人做得講較思較標準，還有我自家咩當希望講我自家創嘅歌詞，大家唔是拿歌詞就點嚟創物嘅。尤其係客家人啊，尤其係客家人。哎呀，真係些輕重要。係我希望講啊，唔是拿歌詞，就通嚟創就好誒，吼，我唔做點嚟講，我哋不會講物嘅，安尼，我咩希望講自家客家話講較標準啲嘅，所以我用安尼方式，雖然幫人哋靈感之後，我還在延伸到我自己的教育上面，搞配音要辦超客家歌，所以我現在教了一批都是不是客家人。啊，人都教到安尼成果，我覺得是教，係我知道係傻批嘅，啊，因為呢佢學客家嘅，係佢唔本佢執標準之後，佢就哋講哦，原來一隻演就會按你發，一下發唔出來唔怕，佢哋講這就是我的目標，他會知道。我覺得有，不會遙遙無期，找不到。MU 你就會啲母，是不是？他一起母就會到，對，就會到哦，原來會按用嘅 MO 哦，是，對。尤其係對佢咩客家人本身咩。唔係講客家話嘅年紀，對按呢啲東西，他就完全陌生。所以唔本佢就要引導性嘅高長嘅時間，唔顧佢哋講哦，原來係事情係按呢種嘅。啊，好，你看到聽先生喺講時啲，哇，有種真係喺本佢嘴學客家時啦，學客家嘅拼音，那要嘛嘅精彩嘅故事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堂仲嚟講。恭喜7歲費先生嘅新專輯偏懂，一講到就要開心一下。對。不過其實要種專輯底度，分享都按到某樣嘅東西。有一個親貼嘅聽出嚟講，就係你創好多歌嘅。哦，好多歌嘅。也個人頭係媽媽點解簡單冇簡單發行之後，佢講寫到夢一號啊，夢嘅哦，一號啊嚇。啊，迄唔係有可能寫好多歌嘅。我媽媽講嘅哦。係媽媽講嘅好多歌，我講做嘛寫好多歌嘅，冇啊，就寫可能咪嚇。啊，不過我想講，佢話你啷係本來你題目啊嚇，講我做嘛寫好多歌，因為佢雖然佢客家人，啊不過佢係啲嘉義嘅吧出世嘅，他是嘉義出生長大嘅，所以佢嘅環境其實講好多話較多，還有佢嘅好多話其實講得比客家話好。哇！因為知道客家人真厲害。係啊，因為佢喺老年生活啊，佢到擺做去打乒乓球。媽媽現在在，媽媽呀啲。漂亮，帶漂亮，所以佢還會去打乒乓球啊，哇，然後唱歌嘅啊，卡拉 OK 啊，對啊，啊唔過聽佢唱嘅歌嘅，大部分做好多歌嘅較多，所以我是想講好啊，冇做試看嘅，啊唔過我一直想我寫出家嘅面試來，就係家嘅年紀做得唱嘅面試，啊唔過我一直放唔來，所以我想好，我就勉強試試看，努力去家看咧，要發圖嘛，將會生出這首歌。真嘅，因為某腔不一樣語種嘅歌曲，它還是有它自己音樂發展的這個某腔有咩腔調，它是不一樣的語韻，就是完全某腔。還有家嘅，因為可能好多人老客家人嘅生活方式，還有家嘅民族性本身就冇嘛腔樣，兩樣辦用一隻客家人嘅心情寫好多歌嘅，你要達到家嘅面試吼，真嘅冇咁簡單。沒有，我覺得亞洲會跨界嘅考試，還是都愛有青島。可是他有青島啊，還有青島老轉系有關嘅題目吼，我們想說等一下有時間再來問，因為忍不住想要趕快進行這個福氣卡拉 OK，就會問問題中的上鐵橋哦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輕中醫安有一個單元？因為透過有個單元，大家就得看到每一個來上節目來賓某樣嘅面向，就哦原來佢係愛用上事情嘅，所以。準備好哦，好的，輕簡單，唔係乜嘅數學理化，對嗎？算不出來哦。好哦，T最不能接受便當裡面出現什麼菜？
所以总得家属片动地图出现菜哦。我没有特别。想太久了，想太久了，我真的没有特别。所以便当什么菜你都可以，我都可以啊。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，可是不能出现的菜就是你不吃的菜啊。哦，不吃的菜。对啊，没有哎，你没有那很棒。其实我妈妈煮嘛，我穿来煮不吃。因为肚子很饿的时候，就是很期待吃便当，就打开来都是你不能吃的菜，你就会心情整个跌落谷底，像云霄飞车。我比较在意颜色哦，我较在意迄色调的部分，因为有上次夹个色调的好，其实东西食起来就好食。嘿，唔免讲，你像我妈妈食苦瓜，苦瓜，系苦瓜。不过呢，其迄料理好食的话，其实我还很不吃的。哦，我不敢吃的东西只有姜。可是姜。给姜嘛，也喊俺妈妈为了要调理俺的身体，结果让来做所谓的苹果醋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蛤蜊姜丝汤你喝吗？我喝，可是我不会挑姜丝来吃。那猪葱炒姜丝你吃吗？超好吃，可是我不会挑姜丝吃。我懂，古说按用个调味你会做的，不过唔会吃。姜马给本人，吓死我了！你说过那个姜马煮给茶我也喝啊，臭啊！可是我就不敢吃姜母鸭，直接吃啊。好，那可是我不会拿姜马来吃啊。了解，很有趣哈。来，用一种花或者是植物来形容你自己，我喜欢茉莉花。所以你觉得自己是？我就像个茉莉花，我还知道里面给茉莉花，因为它给它生长的时间，拄好喺爱上映的时间，就是夏天。大概呀，它因为我不卡会有种茉莉花，所以只要茉莉花开放，我先生很可爱哦，他如果看到茉莉花开，他会摘过来放在我床头边。模组会变到翻作蛋吼，好浪漫。然后还会弄成一盘。然后，如果很多茉莉花，其实会不用一盘，不用你做蛋烘，因为这种米丝很爱当喜欢的米丝，还有它那种纯白颜色，是我希望去加做的永永远远心头就会安尼净白白的。哇，好棒，好，再来，在演出的时候，走音。或破音，你一定要接受一个的时候，你不能接受，就是哪个是你可以接受，哪个是你绝对不能。走音或破音，就你只能选破音。走音，你不能选择走音，我不能选择走音，就是你可以接受走音，但是我可以接受走音，还是破音这样讲，我可以接受破音，我懂，爱迪安有个心情。因为破音有可能这首歌很高嘛，你就刚好那边状况不太好。可走音就没办法。破音为什么？有上次在破音还一种情绪。你像刚刚没有，这里是真的破音啊！他家还有糖转系为体育所谓放洪水一个时间啦，你就会其实我有刻意让我自己的声音稍微哑一点哦，因为我希望去调整出来去感一种有一种沧桑感，有一种期望，有一种期待，然后你想要发出声音又好像不太敢发出声音的，给感觉，所以那声音带一点小小哑声，然后本人感觉不过你讲迄破音，真正的破音，有啥我知道。对我来讲啊，知道一种有上说感情的表达给世界，给种亢奋感。OK，走音的话就比较麻烦。我真的觉得破音还好，可能那天没有睡饱啊，对不对？吼，我黑讲给容易感冒呀，走音黑令让我一天事情哎，你知道？他感觉第一个某腔用走音，你的就是音不准，对，狗速走音，可是。破音就是我那天还没睡饱，对，亲抖给你身体给冲，对，你不会，可是你不会因为身体状况不好你走音，好，拍 C，尊敬，因为俺不会冲狗哎。再来，黑狗没有考虑任何条件下，不要管什么预算啊什么的，你最喜欢最想要在那一家 T 房办一个演唱会。大巨蛋啊！我就知道，爱秋丁，你会告诉大巨蛋，而且还不是小巨蛋，不，要大巨蛋。哦，要就开大一点，梦想开大一点，但是很难，我知道。没有，真的哦，歌手都想要站上大巨蛋去冲狗哎吼。对啊。
那种应该讲一种分享的心情啦。就会讲你下歌位嘛，你就会唱嘛，唱就会分享啊。分享係咩？本人感覺到，真嘅我有做到分享，那就是一種互動嘛。對，互動就我來現場唱給你聽。對，有個感覺，天唱還是充滿糖。少跟我講回家會聽什麼？對，你不要說你會打開 CD， 不可能，因為你家沒有 CD player。了解。其實哇，節目的最後剩下1-2分鐘，我有一首歌一定要講一下，就是這中間有一個嫁妝，家中要首歌，可是其實也是欣賞很早之前創作的5月新娘的歌曲，算是以改編還是延伸呢？它是改編，那也是個延伸，但是這個延伸是往好的方向延伸，因為5月新娘係愛開始他們嘅客家歌曲創作的時間，係第一首拿到獎的一首歌曲。不過，當時的心情是非常低落的。其實那時候寫那首歌，其實是想安慰自己，沒去祝福來去給阿姨。不過呢，經過按多年下來，我覺得自己應該脫離那個束縛感，因為一直沒辦法脫離，所以我希望透過亞種專輯來改變亞嘅5月新娘，變做一首很多家長來祝福亞的準備去嫁出去新嫁娘，也係講我們整個新人的未來的生活能夠美美滿滿。不過唐姐按我講啊，就知道你又有另外一個跨越嘞，在心情上面，所以要把一些風格啊，我發現我的聲音也變不一樣了。係，大家有人可能會看思維欣賞喺上線啊，全部係較溫柔啊，較比較柔，比較軟。可是這一次我用的方法就開始會比較有直白一點的口氣了。每個按佢咁講，真嘅，用講法嘅時間較多。真嘅哇，這個，我怎麼覺得這張專輯的你，讓我感覺上你好像又重新調整自己。對，行目標要去個希望行出的熒光路。可是我有覺得更提升，更在提升。對，然後整個人的狀態又更好。謝謝。什麼？對，我因為音樂最能夠反映你當下做歌、寫歌嘅用詞嘅整個眼神嘅狀態。有時候送節目同大家來討論專輯，當然是光鮮亮麗，哎呀出新專輯。對。但是我們大家都對這裡面其實承載是很多創作歌手對度嘅心情，眼神嘅情頭嘅故事。透過愛嘅形式，把這東西放在裡面，付出壓敗嘅感覺是，我覺得更輕鬆了。然後用目標嘅心情一款眼神，所以恭喜欣賞，謝謝安之老師，謝謝依莉安之。所以大家鄉親朋友機會聽出來談條種專輯咯，因為就啲談到做幫介歌聲。好，胡聊位，上場所有嘅鄉親朋友，強下啲做人頭咯。謝謝老師，謝謝依莉，謝謝。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祝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，還有落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。